那么，请领受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奉主耶稣的圣名差遣你们出去，在世上活出这个义人的这个样式，能够将这个神的祝福能够带给周遭身边的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看顾保守，以众弟兄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